呢個係一個我呢一世都唔會忘記嘅個案。呢幾年嚟，我睇過無數咁多個生命藍本，見證過好多人靈魂嘅掙扎、創傷以及轉化。但 Amy 嘅故仔喺我嘅心入邊留低咗一個特別深嘅記憶。嗰日佢好急咁搵我，Amy 對我嚟講一啲都唔陌生。佢係我好多年前一位做過脈輪清理嘅舊客。我記得嗰陣時，佢嘅清理過程好困難。每次去到火元素嘅清理，佢要點蠟燭嘅時候，佢心輪嘅蠟燭次次唔係點唔着，就係點着咗幾秒鐘就熄。佢成個過程好掙扎，好多次想放棄。當時唔單止我不斷鼓勵佢，仲有同佢同期一齊做清理嘅其他網友朋友都有一齊鼓勵佢。最後佢堅持完成咗個清理，完成咗之後，佢真係完全唔同晒。身邊啲人都話佢係判若兩人。但係今次佢搵我，唔係為咗自己，而係為咗佢媽媽。佢一路講，一路透出好不安嘅嗰種急切。佢媽媽啱啱俾醫生確診患上骨癌，佢話唔忍心見到媽咪接受一啲咁強烈、咁入侵性嘅治療、電療、化療，佢覺得太殘忍。佢希望可以用另一種方式喺靈魂層面揾一條出路，所以佢想我幫佢媽咪睇一次佢嘅生命藍本，睇下呢一世入邊命運仲冇空間可以幫佢避開呢個痛苦嘅程序。我同佢講，我可以幫你媽咪睇佢嘅生命藍本，但係你要記住，你都需要繼續聽醫師指示去接受治療。我係明白佢嘅焦急嘅，我亦都明白嗰種愛到極致但又無能為力嘅痛，所以我冇言辭。我係即時連結佢媽咪嘅高我，請求睇佢嘅生命藍本。但係我真係冇諗過，今次我會見到一個前所未有嘅情況。平時嘅生命藍本一打開，都會記錄得好清楚，信息係一層一層咁樣出現。但係今次呢個生命藍本竟然淨係得好簡單嘅幾行字，唔完整，唔清晰，冇以往嗰種嘅層次豐富。我企圖再睇落去，但係後邊全部都係一片空白。我向佢媽咪嘅高我請求，可唔可以俾我再睇多啲？佢媽咪嘅高我淨係回覆咗一句：而家未係時候。2個禮拜之後再嚟啦。我唯有將我眼前見到嘅嘢記低佢，即使個內容好少，但我都同 Amy 解釋個情況。我話信息未完整，佢聽完之後好明顯係好失望、好不安。佢話佢媽咪嘅身體一日比一日差，佢希望睇咗個生命藍本，做咗個清理，可以幫佢媽咪避過呢個劫。我知道佢心裏面寄望咗好大嘅希望喺呢一次嘅生命藍本裏面，但我只能夠好坦白咁講，暫時嘅信息未完整。2個禮拜之後，我再一次連結，今次終於打開到
第二頁，但係當我睇到第一句，我成個心沉咗。上面寫住佢嘅身體會迅速變弱，並且會帶嚟致命嘅後果。我睇到呢一度，個心沉一沉，個感覺好沉重，好直接，冇修飾，冇彎轉，係一種靈魂對現實最深層嘅坦白。雖然我當時因為敏感嘅原因，咳到停唔到，個喉嚨痕到冇辦法講嘢，但我都唔敢怠慢。我同 Amy 講，我要盡快見你，但你要原諒我會不斷咳。我知道佢一直喺度等緊生命藍本裏面嘅答案，而我其實都仲係抱住一絲希望。佢媽咪份生命藍本一開頭第一句，我係被遺棄。Amy 補充話我聽，佢媽咪由細到大，其實都係由自己個家姐湊大。雖然父母都健在，但係兩個人由朝到黑都喺出邊返工賺錢搵食，根本冇時間陪佢。教佢養育佢，你可以話係天生天養。嗰種感覺唔係冇人理，但係冇人真正喺佢身邊。家姐對佢好，但係唔代表可以取代到媽咪嘅擁抱或者爸爸嘅鼓勵。喺情感上嘅空白，唔係其他人可以填補到。我同 Amy 講，你媽咪好自卑，自我肯定同埋自我價值都好低。Amy 話係啊，佢一路都係咁，佢係好自卑嘅。佢連試衫都話唔想試，因為驚整污糟人哋啲衫。咁多年我都係咁勸佢，但係講極都係咁。我靜咗一靜，跟住我慢慢咁同佢講，呢啲嘢唔係一時三刻形成嘅諗法嚟嘅，而係由細個就已經開始種落靈魂深處幾粒種子。佢唔只係唔自信，而係佢嘅潛意識裏面根本已經根深蒂固咁樣相信自己唔值得、唔配、唔應該擁有。呢啲信念係會慢慢滲入去佢生活裏面嘅每一個選擇，每一次嘅退讓，每一次嘅內疚。我再睇佢媽咪嘅生命藍本，繼續解釋入邊有一個好重要嘅關鍵，話佢媽咪有嚴重嘅食物成癮，而佢揀嘅食物都係極之不健康。我望住熒幕問 Amy 係咪真㗎？佢諗都冇諗即刻答我，係啊，佢有糖尿病，好嚴重添啊！佢最中意食椰絲包。佢話冇嘢嘅，冇事嘅，咁我有食藥㗎嘛，咁粥粉麵飯樣樣食，根本就唔會戒口。Amy 作為我一個長年嘅聽眾，佢梗係知道咁樣食嘢唔得啦。佢試過勸媽咪，試過安排，亦都試過插手，但因為佢長住喺澳洲，根本冇可能日日陪住媽咪食三餐。佢都係人，佢唔係神，佢唔可以乜都控制。我望住熒幕入邊 Amy， 佢塊面顯露佢嘅攰，但係同時見到佢嘅堅強。我知道呢一件事冇人要負責任。佢媽咪經歷嘅人生，由細被忽視，成長之後一直嘅經濟困難，養大佢嘅家姐早死，老公又早走，根本命運都係曾經苦守嘅一條路，唔係佢個女就可以改寫到。我哋繼續講，生命藍本揭示佢媽咪內心有好多好多嘅恐懼，驚老、驚死、
驚失去，驚身邊嘅人會離開佢，驚同人建立起親密嘅關係，甚至會驚一啲根本就唔會發生嘅事。而呢啲都係過去嘅創傷，令到佢嘅靈魂碎開，成為千千萬萬嘅碎片，未曾愈合，只係一直勉強俾佢嘅肉體包裹住，所以佢一直冇辦法真真正正咁同人建立起聯繫，因為太驚再一次被遺棄。但係喺佢嘅生命藍本最後一行，可以話係出現咗一道光。佢今世嘅力量來源就係佢個女，冇錯，就係 Amy。靠呢份唔講出口但係一直存在嘅愛，支撐住佢媽咪一直行落去。但我講到呢度，Amy 已經忍唔住喺個鏡頭面前喊到收唔到聲。佢啜泣住咁樣講，其實喺開會前冇耐，佢媽咪已經離開咗。我當時係愕然，我呆咗，我俾唔到反應。但我亦都係同時明白點解我第一次見到嗰份生命藍本冇後邊，唔係未寫好，原來係已經完結。佢媽咪嘅靈魂喺嗰一頁之後就已經結束咗呢一生。而第二次睇到嘅嗰個內容，其實係佢媽咪嘅高我寫俾 Amy 嘅一封告別信。呢個生命藍本唔係用嚟救佢媽咪嘅身體，而係用嚟療癒佢嘅靈魂，幫佢媽咪放低過去，放低遺憾，帶住愛，帶住微笑離開。喺個會議結束之前，Amy 嘅媽咪嘅高我再次出現，佢叫我要再去一次，因為佢要將 Amy 媽媽想講嘅說話叫我帶返嚟。原來呢一次嘅生命藍本並唔係為咗延續生命，而係為咗完成佢嘅功課，圓滿咁走埋最後一段路，好令到佢下一世可以喺冇恐懼、冇自卑嘅情況之下重新出發。嗰一刻我明白，呢一本生命藍本唔係要救人，而係要放手。而真正令靈魂得到釋懷嘅，從來都係愛。